个其实不是披风，因为前面有一个洗剪吹的组合，这个其实是理发的围兜。又是个理发。这个好像是背理发。背理发。是的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背理发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响亮的队名叫无头骑士团。来，一起，来！无头骑士团。我问一下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那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们是无头骑士团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？因为我们没有头可以剪。没错，没错。不给他们剪头的机会。豆瓣评分0.9，好吧，这个太拉了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龙。哦，你是恶龙啊？对。你的脚呢？我的脚，中年恶龙也会掉脚的。哦，OK，有礼貌吗 ？OK。你们3个人整的还挺。那么，你们谁先来啊？我来。机会要交给这些年轻一点的。那自来卷3木勇士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就请前往出发台。好的，自来卷3木，你的冒险即将开始。请听口令。真的很想先说一句，非常的。我的生命电池没了是吧？咱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一关落水？万没，从来没想到过。咱们对于今年这段赛道有什么看法？就是怎么会在这里落水呢？我还是没有想明白。接下来2个兄弟闯关有什么想说？真丢人啊！把本人丢下去。加油！我会。都给你写好了。我会在这里全心全意的用心意支持你们的。